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1月2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2篇，创世纪第6章11节到22节，马太福音24章第1节到2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灾难与方舟。最近最受到关注的国际新闻是前天在香港发生的福宏苑大火。目前为止已知道有近上百人死亡，数十位受伤。目前呢，火势也还没有完全的扑灭，死亡人数应该还会再增加，因为到目前为止仍有279人下落不明。大家的期待是如何尽快的将火来扑灭，但是这一场发生在8栋联动的大楼社区这个大火呢，已经造成了消防员死亡，并有11位消防员受伤。要完全的扑灭仍有困难大火的发生一定是在某一个环节上面出了差错。据说可能是负责维修整件的承包公司出的问题，但事实仍然在调查当中。这当中有2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第一个是错误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第二个是在灾难的当中，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创世纪第6章11节到22节经文这样说道：其余的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邪恶的人，地上处处都有凶暴。上帝俯视世界，看见世界败坏，人的行为非常的邪恶。上帝对挪亚说：我决定灭绝人类，世界充满着他们的暴行，我要将他们跟这个世界一起消灭。你们还要用好的木材为自己造一条船，船里要有房间，里面外面都涂上柏油。船长133公尺，宽22公尺，高13公尺。船要有窗户，窗户接船顶，高44公分。船舱分上中下3层，船边要留门。我要使洪水泛滥大地，消灭所有的动物，地上一切都要灭绝。但是我要与你立约，我要领你的妻子、儿子、媳妇进到船里。你也要把地上各种的牲畜、爬虫、飞鸟各1对1公1母带到船里，好保存他们的生命。你要为你们和动物储存各种的食物。挪亚照上帝的吩咐一一做了。这段故事记载告诉了我们，在大灾难的当中，仍然有一个义人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语，成为救赎的对象。挪亚盖起的大船也成为生物的救赎，但那些人们却因为心理刚硬，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耶稣基督预言圣殿即将被毁坏，许多人要失去信心，因为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不过人类到底的必要得救，因为有福音赐给了世人，只要相信并接受的人就必能够得救。马太福音24章第1节到22节，耶稣从圣殿出来，正要离开，门徒们来到他面前，指着圣殿的建筑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都看见过这些建筑吗？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这地方的每一块石头都要被拆下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上面。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们私下来问他，请告诉我们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你的来临和世界的终局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你们要当心，不要受人愚弄，因为有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因而愚弄了许多人。你们会听见附近打仗的风声和远方战争的消息，你们不用害怕，这种事必然发生。但这不是说历史的终点已经到了，一个民族要跟另外一个民族征战，一个国家要攻打另外一个国家，到处会有饥荒和地震。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正像产妇阵痛的开始一样。那时候你们要被逮捕，受酷刑，被杀害，为了我的缘故，天下的人都要憎恨你们。许多人要放弃他们的信仰，彼此出卖，彼此仇恨。许多假先知要出现，迷惑人心。因为邪恶泛滥，许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了。但是坚忍到底的人必然得救。天国的福音要先传遍天下，向全人类做见证，然后历史的终局才会临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毁坏性的可憎之物站在神圣地方的时候，住在犹太的该逃在山上避难，在屋顶的不要下到屋子里面去拿东西，在农场的也不要回家拿外衣，在那些日子里面怀孕的女人与抚育的婴儿的母亲是最苦了。你们要恳求上帝不要让这些事在中天或是安息日发生，因为那些日子的灾难是创世以来未曾有过的，将来也不会再有。要是上帝没有缩短那些灾难的日子，没有人能够存活，但是为了他所拣选的子民，上帝会缩短那些日子。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方舟，他要在苦难的当中赐下救难之恩，使我们能够得救，因为凡是相信又接受的人就必得救。诗篇122篇，有人对我说，我们到上主的殿宇去，那时我多么兴奋。现在我们又到这里了，站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耶路撒冷是一座重建的城，既整齐又和谐，各支族就是以色列的各支族都来到这里，照着上主的命令向他献上感谢。这里有伸张正义的宝座，大卫王的后代在这里审判人民，要为耶路撒冷求和平。愿爱你的人都兴旺，愿你的城里有和平，愿你的宫里有安全。为着我的朋友，我向耶路撒冷说，愿你平安。愿为着上主我们上帝的殿宇，我要为你祈求幸福。感谢慈爱的上帝赐下救恩，使我们在面对世上的困难的时候，能够有拯救之船，得到保守，领受救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